将是国庆现场，也有另外一个焦点，就是为美国远道而来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行政乐队嘛来台湾国庆来表演，因被称之为纯金之声。即摆呢，让7档过来台湾，小林煞演出6首的曲目，即包括经典的战歌，一个比赛歌曲、加油歌曲等等，充满着热情的风格。音乐一放落，大家动作清齐，摕着响北的金色乐器，飞过太平洋，为美国来台湾，号称作是纯金声音的 UCLA 彰显行政乐队活力开演。演歌曲特别用心，其中一个带来 California Love。都参照是学校的名字，加州洛杉矶分校同款，代表着加州的爱。将现场气氛炒个真投资 ，UCLA 彰显行政乐队经过7档国际访问台湾，127个学生加上12个老师，139个人的大场面，就是要做伙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乐队的风格活泼，热情都参像是加州的日头。男舞者和女舞者各做伙来一段韵律体操棒的表演。那华口号各结合舞蹈 ，UCLA 彰显行政乐队欢乐的气氛，感染全场，来带给台湾热情的美食祝福。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